韩市长到了，韩市长，韩市长也到了，欢迎，市长来了，欢迎，市长也来了，他给媒体拍了。那你要不要先接头？那我退一下，不要打架，听柱姐讲话。市长你站旁边。这样。这些男人都有问题啊。这个昨天嘛也不晓得，今天蹲一下，你蹲一下。昨天要想等他来，他就说行程赶不上，我说你搞什么？那屏东赶不过来。太屏东，好了，我不骂人了哈。免得这些男的都讨厌我哈。这个还请问什么？朱姐想请教，就是说，因为像你要选立委，是一个破釜沉舟、土元帅出征的决心嘛。那个对手他们应该是说抗中保台为先，那你这边选战主轴会是什么？选战主轴啊，就是爱台南啊，这个爱人民啊，对不对哈？而且我们的初衷就希望国家更好啊，社会更安定啊，下一代更有希望，就这样啊。我想这大家都不能否认我讲的这几句话吧。所以不要借着选举又来挑拨，制造社会的对立、撕裂社会的一个感情，这个是我们觉得不可以利用选举的场合来做这种不太高明的一些行为。朱姐，因为我听到昨天说6席要全雷打在台南的这个地方，那这个是谢龙介主委的他的喊话，对不对？这不叫做喊话嘛，我们都要朝这个目标前进啊！哪有人说对不起啊，我大概6席，我只当1席就可以了？哪有这种事情？当然希望全垒打，哪一个人都希望全垒打，大家都希望全垒打，这目标一定要定得高，然后大家全力以赴。所以过去可能有的心结都打开了。早就没有这个问题，是。市长，因为我看你好像有晒黑一点点，然后大家在讲说，现在韩市长他是一个母鸡的话，那你可能是另外一只母鸡也是帮忙跑，就双母鸡的这个你要怎么解读？我们国民党的这一次总统大选跟立委选举，母鸡只有一只，就是韩国瑜市长。那小鸡是我们所有的立委，我们都是啦啦队，我们都是助选员。那是公鸡啊？没有，我们都是啦啦队，我们都是助选员。是啊，所以说你在那母鸭是柯文哲市长。所以在明年的这个大选，你会扮演在国民党？我相信我应该还是不错的助选员啦。如果有需要我的，我都会乐意来帮忙来助选。洪秀柱主席在立法院以及多年的问政，他有几个特点，始终让人印象非常的鲜明。第一，他是热爱中华民国的，而且任何情况从不妥协，从不退缩。第二，他是真心的关切台湾的教育跟文化。他在立法院这么多年，思思念念，从头到尾关心的一以贯之，就是台湾下一代孩子的教育跟文化。这方面，他贡献了无数的心力，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第三，他的选区是在我们台北县永和区。凡是他的选民、永和区的乡亲都了解，他对乡亲的服务的热情，对乡亲服务的诚恳，是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变过。所以呢，了解洪秀柱委员，大家都知道他是非常棒的。第四，他等于是把自己嫁给了中华民国，把自己嫁给了选民。这孑然一身，一路走来一样。非常的坚持，非常有理想。这一次呢，等于是女元帅南征，这样子一个动作，造成大家一片的惊叹。但是这种无畏的勇气，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台湾的政治生态已经开始改变，民心思变。民进党执政这3年半，事实上苦人多得不得了，民不聊生。事实上，台南人已经给了民进党几10年的机会。洪秀柱如果到了台南赢得立法委的选举，就代表了名气可用。这一次选举，2020年1月11号，真的是关心到我们国家、我们自己、我们的社会、我们下一代。希望大家能够把选票集中起来。如果这3年半，蔡英文执政是非常好。经济好，外交好，教育好，两岸好，产业好，我们没有话讲，我们一定继续支持蔡英文。这3年半，大家自己去看一看，
我说我们的外交关系真的是寸步难行，两岸关系快速启动，经济发展一筹莫展，新南向政策一败涂地，这么多这么差的成绩单，到了选举到了，交不出良好的成绩单，一样打出不主权。我们在场台面上哪一个不顾中华民国主权？通通都不主权。所以，我们这次2020年，我们一定要让无能的政党蔡英文跟民进党要下台，让他了解人民最大。